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月17日。士师記1章11節到26節。猶大人對遐去攻擊底比的居民。底比以前叫做基列西弗。家己講：什麼人攻取基列西弗，我就將我的查某囝押殺，予伊做某。家己的小弟基拿斯的囝俄托列攻取這個城，家己就將查某囝押殺，予伊做某。押殺出嫁迄日，俄托列叫伊着甲伊的老爸討一區園。押殺對女仔落來，家己問伊講：你要愛啥物？押殺講：請你予我一份禮物。你有予我一塊南邊的大地，請閣予我水泉。家己就將頂下2個水泉攏予伊。摩西丈人是基尼人，伊的後代甲猶大的後代，對樟樹城耶利哥做伙去阿拉德南邊猶大的曠野，佇遐的人做伙住。猶大人甲因的親族西面人做伙拍敗住佇西法的迦南人，將城完全毀滅。迄個城叫做何利瑪。猶大人攻取加薩、亞實基倫、以吉倫，甲因四周圍的土地。上主甲猶大人同在，因就佔領山區。不過因袂當甲住佇沿海邊地的居民趕出去，因為遐的人有鐵的戰車。因照摩西的吩咐，將希伯倫予加勒，伊就對遐趕出阿那後代3個族。便雅憫人無將耶布斯人對耶路撒冷趕出去，因就甲便雅憫人做伙住佇耶路撒冷，直到今仔日。約瑟家就是以法蓮甲瑪拿西2個支派，攻打伯特利。上主甲因同在，因就派人去探查伯特利。迄個城以前叫做羅斯。真通看到一個人對城內出來，就對伊講：請甲阮講，要安怎入這個城，阮會好好對待你。迄人就報因入城的路。因殺死城內的居民，只有放迄個人甲伊全家。迄人去到赫人的地區，起一座城，甲伊號名叫做羅斯。到今仔日，這個城猶叫這個名。士師記佇這記載着，當約書亞過身了後，在各族開始進入迦南地，佇面對着對敵的中間，因同心合意，就像咱講的，拍虎也擦親兄弟，同心佇遐
来彼此帮赞，去攻打对敌。伫咱的生命，伫咱的信仰中间，咱是毋是原来有缘有找到同伴，甲咱同心做伙读圣经，做伙灵修，做伙祈祷，也去做咱的信仰，对抗着咱灵命中间的对敌，就是魔鬼撒旦的攻击甲诡计。求主帮咱，互咱伫新的一年搁一遍立志，互咱找到属灵的同伴，两三人同心合意，上帝就伫咱的中间。愿主的听，时刻甲咱三角伫地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